那你找啊？对，我比较老。我对啊，这样还给我学习。哎，你那张是什么？是要倒过来看吗？你说哪一张？月球的那个月球突然开始之后，大家就远离这。好甜的酒啊！好甜。对啊。啊，怎么开始大家就跑走了？原本应该是我先把我那杯喝完。连老师都跑走了。我有啊。我感觉有10几度吧。喝着喝着就不小心会醉那种，有种。我觉得这样混喝蛮危险的。很危险，真的很危险。老师看你要不要再喝一杯水，都喝完才讲。赶快那个酒精代谢掉，这样才不会醉，隔天才不会起来就是头痛。你说怎么代谢？多喝水。哦。老师是毋是要问大家问题？要问大家问题。你头拄个问题，问到一半。恁今仔日有学到啥物？一个人来个1分钟演讲。1分钟。哦，半分钟就好。半分钟。安尼大家拢无爱讲话啊。全都背对。无安尼就讲，你今仔日上欢喜的代志是啥物安尼？你刚刚不是在问什么望远镜？如果无我讲，恁今仔起来上欢喜的代志啥物就好。来。无一定爱讲或者啥物。老师直接指定一个人。我现在讲一个。对啊。太飘了。安尼哇，拢密去啊。啊，搁有1、2、3、4，啊，搁有4个人诶。这个无在很边有点危险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你免讲恁感觉上痛苦的代志。上痛苦山路。为什么？好无你就讲爬山这个。爬山是袂啊。啊，你讲。我讲山路，迄开车诶山路。哦，晕车吗？无你就讲这个。上痛苦诶，今仔。无讲，迄我伫咧后壁就好。今仔日。小编。无啦。大学咧讲话。今仔日上痛苦诶，就是开车过山路诶时阵，行车行到个要死去啊！好，后一个酷甲阮换你。酷甲换你。今仔日上痛苦诶代志是啥物？已经有人点嘛讲。痛苦，痛跳。痛苦。你是要跳啥？多谢。痛苦的代志哦。爬山吧。爬山上痛苦。因为我是跟一个行李，啊，迄行李是5工的行李，啊，所以爱跟。哦。啊，你爬头一个呢？啊，着哪行哪喘啊，喘到一个坎钟，就伫遐安尼，然后喘了后，就继续爬。哦。啊，你啊点后一个。无啦，伊即摆已经好啊啦。今天喝。无，毋是一定爱讲爬山，就是伊即摆是讲。今仔日。今仔上痛苦的代志。天文台遮的地无啥爬啊，地无啥。嘿啊，就是下暗的时阵啊无红灯。红灯。红灯。哦，因为咱遮要做关切啊，所以。啊，毋过就是咱做迄种遮罩，稍微遮罩也不行。因为无应该是讲莫有光线是上好。因为山是上好无爱莫有光。因为伊个。因为咱的目的毋是要互人伫外口。哦，因为伊个地形无啥爬，啊你若是下暗伫外口行就。对，因为阮无希望有人伫外口行。所以阮袂做迄个，因为你若是做迄个路顶伫遐，安尼就一般人可能。哦。其实，对阮来讲就麻烦。因为一般咧做观众，应该拢是伫内底。无代志袂出去。所以是你伫外口有外倒种。无外倒是，我倒行啊。无啥好。咱离擦着。擦着。无就是迄像，互1000块擦着。哦，那个记
那个玉山记是玉山记还是桃山记？阿里山，那是阿里山。阿里山我们这边只有阿里山记，捞过界的阿里山记。你是定咧爬山的？哈，你定咧爬山哦？上北北。你若要看塔拉加记，一个小队起来，迄个弯遐，遐有。我今仔日想讲，我开车应该开伫恁头前，甲恁同着嗨，看下，你也走。今日做节目麻烦，嗯，非常，我沿路走上来。白色的，粉红色的。对啊。有啊是。然后还有法国菊，嗯，足多。所以我看到台湾古翠花。然后这边那个箭竹虫很多那个画眉，就是画眉，就是哦，有鸟。在打，就是都躲在箭竹虫里面。我想讲你我讲，拄才咧讲起来，哇！你讲你看到迄个臭啥？大家食了画你眉，刚刚关心食真正。哦，你会使讲点后一个，应该有讲过。讲过啊。你讲过啊？你咧点过啦？哇，哎呀，想要困的时阵无通啊困，啊无想要困的时阵，在抱怨哦，在抱怨哦。你是当时想要困，当时我想无想要困的时阵就是咧听迄个解说的时阵，我是徛在咧听，但是我变久好。所以有困袂去的问题，会使来找我。哦，但是我是无想要困我这的。边这关起来，恁启动名字味道在我想要困的时阵咧拄过，啊想要困的时阵，就是我迄厝是过还有一点啊，算点钟时啊困，因为我若是咧上安尼有过一暝，我可能拢36点钟，若是过36点，一工36点钟安尼困。你爱连续困3就是连续36点点钟无困，无困啊，搁续来连续困3个。上安。会当你会当困36点我钟。无啦，我无可能困到12点钟，就是休困12点钟，连续休困12点钟，啊无一定是困，啊就是36点钟是醒。因为每一个人可能无共。哦，安尼，你这真方便诶。你这方便啊！你写功课，你赶地单的时阵就写。3点钟没困。刷落来，哦，所以我爱点。对啊。啊，搁有啥物？伊啊，还袂讲，啊，搁有无去的咱。我应该是爱早起，然后骑车骑去上山骑行。对啊，遐有啥物所在会当停车？边仔有迄免钱，就是市政府会收钱的迄，啊嘛有较贵的，较贵的咱用悠游卡，我悠游卡内底无钱啊，所以我骑转去停车，啊甲小可走一下走。老师，咱拢这条刷，啊要刷来讲，老师应该是上后去的吧？你讲来上痛苦的就是痛苦的开。车。你们都没有路径。你著甲调过去。哦，我甲伊调。上痛苦的啥物？哦，咱今仔伫迄个梅子工厂的时阵。哦，袂使啉酒。袂使啉酒，这上痛苦的代志。但可能啉我就无法度啉，我爱看恁啉。无啦，我嘛无啉。你若无啉，嘿，好。魏老师。安尼要后一条上欢喜的代志。上欢喜的代志。哦，对象开始。我今仔第一届去玉山主播。所以怎么你毋是爱申请在我这边？第二天。哦，你有已经是有申请。已经请。安尼你爬偌久？哦，这种。有，我即摆即个就是。来回9点钟。你几点开始爬？2点起来啊早起2点开始。安尼爬到下晡。差不多11点。嘿啊，啊11点食只饭，啊就各位好一点行过来遮。顶子上个行过，啊差不多我
我想讲，因就早就搞我用冲的。你要冲啥？一个一个往他打。你无你想无，你会使甲阮问者，哦我到倒位？哦，无我有看时间，因讲伫12点搁伫迄种休息站，然后我想讲，然后我想讲今日天气感觉袂歹，我想讲先来遮翕遮相，啊结果昏就过去，啊就无啦，啊就伫遮先困者，先美者，啊无即摆无可能搁醒。啊物件歹小重。因为你是几工的行李？3工嘛？ 2-3工，啊只是我搁加派。你搁有你这是啊，更新搁我的衫卡的，啊，搁我一你的台， laptop，搁我的趁食的，啊搁安尼加差不多要12公斤，就重的，就安尼歹去搁行去，够忝。你讲迄台你的哦？即台我做，迄台是啥物？迄是我毋知。炸弹。啊，你要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做的即台是啥物？你会使去镜头头前。我感觉伊今仔日已经工作在干。我是听着。大家拢在问。老师，我们明天是要坐巴士下去吗？你确定？确定啊。然后 OK。我明仔应该早早起床，好，安尼等下再来去。免困啊啦。免困。这叫做迷惘 detector，迷惘就是苗子，啊，这就是一种盖革管。就是盖革计数器。你爱想讲，你安尼要讲，大家拢毋知影是啥物，你爱。来，我帮你移进移。即个即马小编是社会组的，社会组的，所以你爱讲互伊听有。啊，苗子的，我毋知影苗子的台语要安怎苗子无要紧，你就不要讲，你就讲华语。苗子。就是，阮知影讲宇宙，阮就有足侪射线，射线，射入因阮地球内底。我要安怎知影讲就是迄种射线，伊伫可能1分钟内底有偌济射线，经过阮的人体、人体也是经过阮的环境内是啥物，阮就会当用即个机器去探测。啊，即个就是即个物件叫做盖革管。盖革管伊上有名就是摕去，用伫迄种辐射源内底，啊去看用，若是啥物，伊个辐射源若是足强，就代表讲遐足危险，可能就有一台机会伫遐机来机去迄种。啊伊个原理嘛，原理是足简单，就是甲迄种灌一寡。哪用是阿甲伫内底，啊，甲伊通足悬的电压伫内底，啊，所以即时阵若是有宇宙的射线入来的时阵，因为宇宙射线伊个 energy， 伊个能量足悬的，所以伊走入来的时阵，就会甲即种内底即种气体内底的电子激发。啊，激发即时阵，就会互即个盖革管，因为有一个时间的规个电路有通电安尼，啊，阮就会当用一寡电路甲即个 signal 甲伊变甲足大安尼。啊，为虾米我遮有设计用2支即种盖革管，就是我爱知影讲我即摆的即个 data 是为共一个 signal 安尼入来，我袂当讲就是可能我遮有一个 source 位安尼射入来，啊遮有无共款的 source 安尼射入来，安尼就是代表讲两种毋是共一个事件，所以我就是用安尼做空所以。啊后骹即个安怎讲ROE 青烧即个物件是咧测，是即个一开始即个 signal 入来的时阵，这是类比的。啊，我即摆就是用一寡电路甲伊送入来遮。你讲电路？电路。你若讲电路是电炉，哦，所以我对你想讲电炉是迄个 micro。microwave。迄个叫啥物？
电磁炉，哦我伫咧想电路吼，电路，电路嘿吼，电路啊，遮就是变成数位，数位就是电脑会当去接收的数据安尼，啊，搁家己传来遮，啊，会当看遮有一个红黄3个数字，就是第一读讲我看我即马可能10分钟内底有偌济写线，安尼经过即个介个写线，经过即个介个管。啊，因为我即马甲即个机械安尼做成安尼的目的，就是讲我要去看卖即个写线项即种个高度要安怎讲？关度的关系是啥物？因为你讲伫无放海湾的所在，因为伊的大气的高是无共款的。高，你讲高外外高比，嘿，伊外高是无共款的，所以因为你若是愈高的话，伊的 energy 会减足济，所以你若是摕去山顶安尼，你会收到较济的闪线。啊，我因为我要家己为平地安尼早去山顶上讲，所以我一定是用我的背包安尼规安尼开去，啊，我今仔去山顶，所以我就是用种微型的即种电脑放伫遮，啊，我搁设个一个 SD 卡伫遮，安尼就会当收我的地。所以你是连续记录即个，你量到的即个数字外。啊，我遮有你差放，不多久量一摆？我10分钟量一摆，因为安尼 error bar 开会较细。啊，我遮搁有放一支，就是咧看迄种伊的关度，啊，搁有迄种气压，啊，伊就会当去，伊就用即种咧读，啊，搁甲即种写线的即种数字放做伙，我就知影讲伊的关度和伊即种写线的数量是伊的关系是啥。啊，其实我已经拄仔就已经甲倒咧出来啊，嘿，就种明显就会看着讲山顶真正是平地差不多3、4倍高，所以其实住伫遮的人可能倒一工接受，就较分了，死较紧，死较紧，更死较紧，对啊，更死较紧，迄有影响。嘿，会啊，一定有影响的啊。真诶是飞轮机这，所以咱家己刷卡看到的即个数字差不多1、200呢。可能差不多30分钟较150尔，啊，这放伫种山顶，可能10分钟就要200、300。加就加要3、4倍。我就排即个。而且偌重？这毋是无到1公斤，啊，毋过就占空间。啊，因为我搁排伊的电，我搁有排迄种电池，啊，搁排我的电脑，啊，搁排3卡要搁我的卡落啦，安尼加的，啊，搁我的行李安尼，啊，就要10几公斤。普通的电池就会使啊。普通电池新充，新充就会使。因为你毋是讲迄个电压爱真悬。嘿啊，哦，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，就是我遮有放爱变压对，这就当用足简单的，会当用迄种 IC 就会当直接家己变压，啊，我就是用迄种，迄叫啥物名？叫做电晶体，电晶体就会当家己的电压用到足悬，用到差不多150。今仔愈来愈悬啊。嘿啊，愈来愈悬。嘿啊。对啊。是安怎？啊，就是愈来愈济啊，即摆接收愈来愈济。你迄是10分钟内的数字。啊，毋过即个数字即摆无啥物意义。来，我等咧看一下。哦。即摆愈来愈悬对啊，因为即摆即个数字是伊一直加去，嘿，啊加，无一定是10分钟，因为10分钟伊爱，嘿，我遮有设个一个按钮，爱讲试下就会当归零安尼，嘿，啊就是放先嘞，啊因为我着写简单的程式，安尼就会当家己控制讲我10分钟就一只归零安尼，嘿，啊伊就会当收着讲，嘿，我就会当去讲我即10分钟内底有偌济。安尼你听有无？听无？
你转去再甲我解说。我台语怎么用？我毋是咱你的问题是，你讲的一般人可能就一个讲这个哦事情。即个 LED 你就听有无？这大问题敢听有？你有咧听无？我讲啥话？你听无就无咧听啊。我听有啊，伊咧讲啥我来睇下上那个只有上知苗子会造成它的技术嘛？没有很，只要是高能射线粒子都会。那你为什么说你focus 在苗子？对，因为苗子它的穿透力是算是这种射线里面是最好的。那微中子欸？哦，微中子你测不到啊，它不带电啊。哦，你那个还是要带电。对啊，苗子是带电，它就是这么容易测到，它就是就对，它就是质量比较大的电池。我记得这么难测到。微中子就微中子很测。他刚刚介绍了他的那台机器，又要讲一次吗？叫你我们就是安利，不是安利。平晚，对对对。你知道我一下吗？我想到我比较很甜平晚说，但不错啦。加点辣不错。你可以加那个烟熏啤酒，我觉得味道配起来会补足烟熏啤酒的因为你觉得这个的，啊，我你觉得那个，它这个烟熏味太重，盖住它梅子的主体味，啊，你可以试试看。那比例怎么配比较好？这样你现在看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今摆刚好要去看，icon，一4.9，差不多。啊，我都要温度，我先发给，所以我。看完之后我就要睡了，明天早上我6点应该要起来。这个我觉得有那结束了吗？那个蔡老师，我觉得这样有，然后会明显就是不会变比较甜，然后好，拜拜。烟熏味这样。赞。但是怎么结束？好，按叉叉。好，结束了。还有烟熏味的好了是过烟。